45歲張柏芝面僵俾人圍嘲，揭秘女星容顏背後嘅商業生存戰。最近關於出名女星張柏芝面部外觀變化嘅討論，引發咗對成個醫美行業同埋現代人審美觀念嘅深入審視。透過呢類公眾人物嘅外貌演變，可以客觀咁分析出目前微整形技術係實際應用入邊存在嘅普遍問題，同埋社會大眾係追求年輕化過程入邊所產生嘅認知偏差。最近張柏芝公開露面嗰陣塊面呈現出好明顯嘅腫脹感同埋唔自然嘅僵硬狀態。佢參加線下活動寄生圖流咗出嚟，一下子又引發咗新嘅討論。以前大家印象入邊，佢一直係精緻搶眼嘅大美人。就算已經40幾歲，發係社交平台嘅相都完全睇唔出老態。今次冇修生圖流傳咗出嚟之後，大家先發現佢嘅變化都幾大，面珠墩兩邊明顯有突出嚟嘅狀態。唔少網民都話睇見呢個狀態，估佢係咪醫美做多咗？亦都有人話就係年紀到咗，自然會有衰老嘅變化，無謂大驚小怪。呢種現象係香港同周邊嘅娛樂圈入邊並唔罕見。好多原本擁有極高基礎顏值嘅明星，係做咗某滴醫美療程之後，反而失去咗原有嘅面部特質。觀察張柏芝嘅面部情況，可以發現佢塊面中庭部分，即係眼下面到上唇以上嘅區域，出現咗過度填充嘅跡象。呢種填充搞到面部原本自然嘅紋理完全消失晒，係正常嘅人類生理結構入邊，就算係20歲左右嘅後生時期，人係講嘢或者做面部表情嗰陣，都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嘅面部肌肉牽扯同埋自然紋路。不過過度打針注射填充物，搞到成塊面嘅皮膚俾人硬生生撐起，呈現出一種平滑但係冇任何表情活動空間嘅緊繃狀態。當事人無論做咩面部活動都顯得好困難。呢種違背人體生理規律嘅外觀，直接破壞咗個人原本嘅美感。呢種現象嘅根源之一，在於大眾對蘋果肌概念嘅嚴重誤解。喺目前嘅審美趨勢下，好多男女藝人甚至普通市民都盲目相信擁有飽滿嘅蘋果肌就係留住青春嘅唯一標準。但係從人體衰老嘅客觀規律嚟睇，隨住年紀增長，面部嘅軟組織、脂肪同埋肌肉會因為地心吸力而自然下垂。如果係呢種面部整體組織已經出現下移嘅情況下，依然選擇係耳骨上面盲目打大量嘅填充物，並唔能夠達到提升面部嘅效果。相反，呢種做法只係原本已經下垂嘅面部結構上面增加咗額外嘅重量同埋體積，原有嘅下垂問題冇解決到，新嘅填充物又搞到塊面顯得好腫脹。真正合理嘅抗衰老思路，應該係探討點樣將下垂嘅組織復位，而唔係單純金做加法。如果係原有嘅衰老基礎上不斷疊加填充物，最終必然會搞到面部輪廓徹底變形。醫美行業從業人員嘅專業素養同審美能力係呢啲失敗案例入邊扮演咗關鍵角色。係香港嘅醫美市場入邊，部分醫生雖然擁有合法嘅行醫資格，但就極度缺乏基礎嘅美學研究同觀察能力。佢哋往往將人面睇成一個可以隨意填補嘅平面，見到邊度有凹陷或者紋路，就建議消費者打針填平佢。例如，好多人將虎紋睇成衰老嘅絕對標誌，醫生就透過打針將佢完全抹平。但實際上，虎紋嘅存在唔單止同年紀有關，亦同個人嘅面部骨骼結構同肌肉走向緊密相連。完全消除呢啲自然紋路，唔單止唔可以令人顯得後生，反而會令人失去屬於成年人嘅正常面部特質，呈現出一種極度唔協調嘅幼態外觀。另外，部分醫療從業員可能出於商業利益嘅考量，不斷推銷更多嘅打針療程，
而完全忽視咗消費者自身嘅面部基礎條件同埋最終嘅美學呈現效果。對比韓國嘅醫美行業現狀，可以發現一滴顯著嘅差異，係韓國好多醫美機構嘅從業人員由前台接待到主治醫生，佢哋自身嘅外貌管理都維持喺一個較高嘅美學標準上。呢種現象喺一定程度上為消費者提供咗一種視覺上嘅保障同埋信心。消費者可以直觀咁感受到，為自己進行面容調整嘅人本身係對美有深刻理解同追求嘅，而係香港本地嘅一滴機構入邊，部分醫生自身嘅形象管理比較隨意，呢樣直接導致消費者對佢哋嘅審美眼光產生質疑。如果一個執行面部雕塑嘅醫生自身都缺乏對美嘅基本感知，咁消費者好難相信佢能夠塑造出協調自然嘅面部輪廓。除咗面部填充，眼部整容亦係失敗率極高嘅一個領域。割雙眼皮手術雖然普及，但對醫生嘅技術精準度要求極高，就算係1毫米嘅誤差，都會搞到兩隻眼出現明顯嘅大細眼。以香港演藝圈嘅男藝人為例，早期黃曉明喺香港發展期間，佢嘅雙眼皮形態就顯得唔夠自然。對於男性嚟講，內雙眼皮往往更加能夠凸顯出深邃同自然嘅特質。好多男星係天生擁有良好眼部基礎嘅情況下，盲目追求誇張嘅雙眼皮，反而失去咗原有嘅個人特色。相反，好似成龍、周潤發呢啲資深演員，隨住年紀增長，眼部形態自然發生變化，或者進行極小幅度嘅微調，依然能夠保持強烈嘅個人辨識度，保留個人嘅特色同面部缺陷，往往比追求千篇一律嘅標準化五官更加有長久嘅吸引力。隨意切除眼部脂肪或者改變眼皮形態，雖然可能係物理數據上放大咗對眼，但係整體視覺上就抹殺咗本人嘅獨特性。同時，手術一旦失敗，造成嘅面部神經損傷或者不可逆嘅骨骼畸形，係任何後期修復都好難完全彌補嘅。所以，除非面臨嚴重嘅外觀缺陷，普通嘅追求完美者係面對呢類破壞性極強嘅手術嗰陣，必須保持極度嘅克制同理智。探討呢啲現象嘅根本在於大眾需要重新建立健康嘅審美觀。人類嘅面部美感，特別係嗰啲被稱為骨雙美嘅特質，係天生而且好難透過後天簡單嘅打針嚟複製嘅。真正嘅美貌具有強烈嘅辨識度，而呢種辨識度往往來源於嗰啲唔夠標準嘅面部特質。醫美技術嘅最高境界並唔係將人改造成無皺紋、無瑕疵嘅流水線產品，而係應該做到係改善精神面貌嘅同時，令人完全睇唔出人工干預嘅痕跡。當一個人接受咗外貌調整，身邊嘅人只覺得佢狀態好咗，但又講唔出具體改變咗邊度，呢啲先至係真正成功嘅微調。相反，如果一項操作搞到所有嘅面部紋理消失，或者令五官嘅某一部分變得異常突兀，咁就係一場徹底嘅審美災難。喺日常嘅容貌管理入邊，選擇創傷較細、基於深厚美學功底嘅修飾方式，往往比入侵性嘅手術更加安全有效。例如，揾一位具有專業繪畫基礎同良好審美眼光嘅紋眉師進行眉形設計，條眉嘅形態、粗幼同走向對面部整體氣質有住決定性嘅影響。一個識得美學比例嘅技師，能夠根據個人嘅面部骨骼同肌肉走向設計出嘅自然，又可以提升整體精神面貌嘅眉形。呢種基於自然基礎上嘅輕微修飾，唔單止風險極低，而且可以有效咁掩蓋面部嘅一滴微小不足。佢嘅效果往往好過嗰滴盲目填補面部嘅打針注射。值得注意嘅係，醫美操作之後嘅恢復期，亦係一個需要客觀評估嘅因素。
正如張柏芝目前嘅狀況，佢塊面過度腫脹，亦都有可能係啱啱做完某種注射或者治療，正處於身體嘅排異同吸收階段。係幾個月之後，當注射物被部分吸收或者消腫之後，佢嘅面部形態可能會恢復到一個相對自然嘅狀態。但無論如何，呢種為咗追求極度平滑而過度填充嘅行為本身，已經反映出一種極度焦慮嘅容貌管理心態。面對衰老，順應自然規律，並且保持個人嘅獨特魅力，係每一位公眾人物同普通市民都需要學習嘅課題。香港影視圈入邊大把隨住歲月流逝而越發具有個人魅力嘅藝人，佢哋嘅吸引力並非建立喺平滑無痕嘅肌膚上面，而係來源於豐富嘅閱歷、從容嘅心態，以及透過作品展現出嚟嘅內在力量。利用現代科技進行適度嘅保養，例如使用一滴促進皮膚緊緻嘅非入侵性儀器，確實可以延緩視覺上嘅衰老過程。但呢樣同夾硬改變面部輪廓、抹殺所有面部紋路嘅極端做法有住本質嘅區別。社會大眾應該保持理智，拒絕被製造容貌焦慮嘅商業營銷所裹挾，珍惜同埋接納自己隨住年紀增長而產生嘅自然變化。唯有建立係尊重人體客觀生理規律同個人特色基礎上嘅容貌管理，先可以真正實現長久而且安全嘅美學追求。